我又找一个老婆来结婚，结好的话，我又带去你们那边去玩，知道吗？你7年的老婆呢？我的老婆去做事了，现在我刚在聊天，刚去打单。你现在在干嘛？我刚刚打单送4小。你那个是干嘛的？你那开的什么百货店还是干嘛？那么多杂物啊？怎么了？我说你那个地方啊，你现在那个位置啊是干嘛的？你喜不喜欢看一下嘛？我看一下。哦，我们家里，我们这里的人这样子。哦。你看我们地方好不好玩？是你家里啊？对啊，我们地方这样子在哦。他先面。这里地方是那个人，你知道那个人，知道赚钱的人，现在是在这里地方。啊，这是我的老板，他是我的老师，这是我的屌毛兄弟，他也是我的兄弟。可以啊，你们都大半斤的啊！搞茶喝起来了啊！你过来东莞了没有啊？我就想问你嘛，我现在好几个场要2、3、4个人嘛，我问你来了没有嘛？看你不是跟我说今天你带10个人过来吗？我问你确定？什么厂的？电子厂也有啊，其他厂也有啊，有几个厂来，老板来打了好几个电话给我了。哦，他们工资怎么算呢？工资的话也跟你们平时差不多吧。差不多，可能多一点嘛。今年走路 Người Việt nói tiếng Trung như đài phát thanh luôn. 不过你们老乡好多也过来了，过来这边，好多人在我这里办身份证。今年我知道有好多人过来了。你难道你在家里？我说你在家里，难道你是靠娶老婆赚钱的吗？你不做事。完4月份我又接老婆带去你们那边。我说完4月份我再去你们那边。完4月份我再去你们那边。哦，4月份才。Gọi này xe. Im cùi à? Hey. Mất mạng luôn.